那我们今天来赶快看呢，梦圆要带来的这个宫保鸡丁的做法。好，那我们先把鸡肉切丁，切完丁我们放到里面来，我们先来腌制。好，这个丁呢大概就是1公分见方啦，立方，好，不要太大，因为我们要包在这个加一点点糖，桂皮里面的哈，就糯米皮里面的。胡椒。酱油。米酒。还有我们的碰红茶，东方美人茶。就把它拌匀。为什么会加这个东方美人茶？你是要去掉油脂吗？还是说它有特殊的这个风味？它有那个，因为我们碰碰茶有经过一种叫小绿叶蝉，小绿叶蝉它咬过，它的那个叶子会缩起来，在它生长的时候会缩起来，然后再拿去烘焙的时候，它会变成白色的，它会经过发酵。哦，对，一定要经过小绿叶蝉咬过的才叫碰风茶。这个倒是很特别哦。观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可以上网去搜寻啊，东方美人茶它的这个特殊的这个风味啊，到底是怎么样？我在现场闻起来是比一般的茶要清香，它有一种果香。哦，对对，淡淡的果香。OK， 好。那我们现在呢要来，我们先来炒料。炒料，下2匙的油。台湾的茶叶其实非常的有名哦，很多人来到台湾呢，都会想要买一些茶。那我们除了泡茶来喝之外呢，其实现在台湾很多的料理里面都会加入这种，不管是乌龙茶，或者是说刚刚你讲的这个东方美人茶甚至很多地方用这个茶呢来包粽子，也很好吃。还有做成一些小西饼。那我们的辣豆瓣。我们的鸡丁，我的水，再加我们的干辣椒。我在这边会把它剪成丝，因为等一下我们放到菜包里面会比较好入口。哦，原来你的宫保鸡丁是这样子，所以不吃辣的人就不要做这个宫保了，就是把这个辣椒去掉，直接这样包，其实对，其实也很好吃。干花生，我们就把它拌一拌就可以了。好，那我们让它稍微冷却一下，我们来做我们的果。那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糯米粉，这是糯米粉。那糯米粉跟蓬莱米粉还有再来米粉的差异性，就是糯米粉做出来的东西会稍微比较 Q 一点。这个是蓬莱米粉，砂糖、沙拉油，我们加入滚水，做一个汤面的动作。把它拌成雪花片。哦，拌成雪花片哦。对，它等一下那个水分会慢慢吃进去。
那我们把这个揉好的面团呢放到桌上，我们稍微分割一下，每个大概35克左右哦。那如果我们觉得黏的话，可以加一点手粉。那手粉要用我们这2种粉的其中一种，可以用擀的，也可以用擀的哦。也可以。我们以前小时候做都是用手给它压下去就好了。怕会黏。怕会黏哈。好，反正就是说，不管是用擀的还是用手的哦，就是我们不管是包包子也好啦，好，或者是说包我们这个粿也好，就是中间要厚一点，边缘呢稍微薄一点。这样我们在包馅料的时候呢，就会比较得心应手哦。那个馅料也不容易呢，爆掉哦。把它包进来。我们这不用像小笼包16折、32折。不用啦，你看大妈呢，就是用手捏一捏而已啦。然后年轻的这个学生呢，非常非常的认真呢，他们就是用擀面棍呢，一定会把它擀得很漂亮。收口就在下面，上面我们再稍微整形一下。好，我们来 PK 一下的。好，我不晓得我包了几折啦，反正就是想办法呢，把它呢包好。但是它跟这个一般的皮不太一样哦，它不是那么好包哦，所以我们在调这个馅皮的时候呢，不要太干，太干就不好包了，对不对？对。你还把它捏成这样哦？那我的怎么办？赶快救我！我还以为要把它包成包子一样呢。糟糕了，我这个没办法变成包子了，赶快救命啊！那我们的背面就一样，把它捏形状出来就可以了。好，我帮你把它弄开，然后你来包好了。这样子的话，我们要蒸多久？大概15分钟，看大小颗。像我们这个大概要蒸15到17分钟左右。15到17分钟。进蒸笼前，在包的表面要涂一层薄薄的油。哦，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蒸的时候看起来会比较光泽。那我们蒸完再抹不行吗？它会粘。哦，它会粘哦，这样是防粘。但它如果有水滴下来，它会比较不会吸附在上面。好，我们在蒸的时候啊，火尽量不要太大哦，大概中火就可以了。不管是蒸馒头、蒸包子也是一样，我们尽量那个火在蒸的时候呢，就不要用大火去蒸它哦。可以了吗？可以了就要起锅了哈。因为这个粿呢蒸熟了之后，你如果再不断的去蒸它呢，怕它的这个形状就没有那么立体哦。好可爱哦，梦圆带来的这个小蒸笼哦，然后我们配上一个盖子啊，半遮半掩的，有点害羞的出来哦。梦圆带来这个这么精致的这个料理哦，一个就是客家的这个宫保鸡丁的这个粿哦，很有特色哦观众朋友可以试看看。